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23，以赛亞書43章1節安尼講：雅各啊，創造你的耶和華，以色列啊，迄個造成你的，安尼講，你毋使驚，因為我救贖你，我要叫你的名吊你，你是我的。三甲來祈禱，創造阮、救贖，閣叫阮的名吊阮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阮來到你的面前，心中充滿感恩甲敬畏，因為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，你是對無創造有，對起頭到落尾，對古早到將來，永存永在的永活全能上帝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賞賜阮氣息甲活命，通看見你榮耀的作為。主啊，阮感謝你救贖的恩典，透過耶穌基督，互阮通脫離罪，甲你有好好的關係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因為你是創造的耶和華，是迄個造成阮的。你對阮安尼講，恁毋使驚，因為我救贖恁，我要叫恁的名吊恁，恁是我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